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间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间是共师傅无共工。伊的意思是讲，随望是拜共一个师傅，教出来学生却是各样的。大家人天分无共，兴趣无共，认真打拼程度无共，所表现就会有争差。可比讲，一个外科医生教出来的徒弟，有的可能真够开刀，变成一个人人学乐的名医；有的可能精通研究，登载伫国际期刊的报告，对这个世界真有帮赞；有的可能真够等物件，甲叫妈妈。所拜搁较高的师傅，嘛着爱徒弟费心神去甲学本事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